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六環彩頻道，我係主播 Tiffany。上個星期三，我哋節目中嘅貼士成功租中咗練馬王方嘉柏，相信有留意嘅朋友都有所收穫啦。今期節目咧，我哋再接再厲，繼續嚟為大家介紹練馬師王呢個嘅項目。上個星期三夜馬介紹過嘅方嘉柏，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啦。佢有谷夜之王嘅美譽。方嘉柏喺練馬界可謂係享負盛名。佢對於馬匹嘅訓練同埋調教有住獨到嘅心得同方法。佢所訓練出嚟嘅馬匹咧，喺賽場上面咧，經常都有出色嘅表現，屢創佳績，係唔少馬迷心目中嘅可靠之選。而今次咧，除咗提供方嘉柏之外咧，我哋仲要為大家介紹另一位谷草厲害嘅練馬師，咁就係韋達。韋達今季中意部署喺谷草搏殺，佢今次出賽嘅馬匹咧，亦都不容小覷啦。喺今次賽事上面咧，展現出強勁嘅競爭力。嚟緊啦，為大家帶嚟幾場值得關注嘅好馬，買位置 Q 過關啦！包括第3場咧，有5號飛騰追同埋11號大象。飛騰追喺之前嘅比賽入邊咧，就展現出咗唔錯嘅速度同埋爆發力，而且狀態一路保持得相當唔錯啦。而11號大將咧，佢嘅耐力同埋爆發力兼備，有住衝擊好成績嘅潛力。第4場嘅2號電玩精英同埋10號飛王亦都係不容錯過。電玩精英上場發揮出色，可謂奇兵一路；而10號飛王則係一匹有住好大上升空間嘅馬，最近嘅訓練狀態亦都係十分理想，值得我哋期待佢喺比賽中嘅表現。至於第5場4號顏色之王和上場初出就有唔錯走勢嘅8號好多利高。顏色之王嘅速度同爆發力喺同類嘅馬匹中係好突出嘅，而且佢嘅適應能力亦都好強。8號好多利高雖然上場係初出，但展現出咗好唔錯嘅潛力同埋走勢，相信喺呢一場比賽中亦都會有亮眼嘅表現。希望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呢啲練馬師同埋馬匹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，祝各位喺賽事中有好嘅收穫，亦都請繼續鎖定我哋六環彩頻道。後續仲有更多精彩嘅內容等住大家，多謝收睇。